浪子回头金不换，站一下就回来，好不好？我答应你们，你们可以多了，可是要回来。好玩哦！搞这招搞好久哦，没有去夜店玩过，自己很想玩，然后自己办一个。哎，以后我们都办这样的 party 好了啦。哪边的孩子夜店趴，规定大家都穿比基尼，哇！好，那 over， 比基尼穿在里面穿 T 恤。好，这样就不 over 了啊！对，要游泳的时候才把 T 恤拿掉。好了，回来现实了，孩子们 ，OK 啊，我们还是正常一点。我要找一些我的老搭档，我的贝斯手阿力，吉他手小龙，大家非常关心，然后鼓手杨敏。从以前就跟他们三位一起，海边的孩子算是他们是元老级嘛，就跟着我一起出来表演的。今天要分享一首歌，虽然我去年一整年常唱，也要跟大家宣布一下，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，这首歌即将收录在第2张专辑。带来这首歌《风》。